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常住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善导大师的老师也是师父，很慈悲，很慈悲。他写的这一本《安乐集》啊，收集了很多佛的经典公案呐，都在这一本《安乐集》里面。那里头有一段话，《海龙王经》有特别提到，海龙王问佛说啊：“世尊啊，弟子想要求生阿弥陀佛的国土啊，不知道应当如何修行，才能升到那个净土去呢？”佛陀就告诉海龙王说：“如果你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要修行8种法，是哪8种呢？”佛陀说：第一，经常要念诸佛，你要念佛的名字啊，佛的名号，你要经常念呐，不能间断，经常这么修行，那么你就跟佛经常在一起了。就是第一个要做到。第二个要供养如来。佛陀虽然涅槃了，但是他的法身无所不在。我们各个寺院信徒啊，大部分都是用金身来雕塑，让大家来礼佛朝拜。那么我们要供养如来，一般有信仰的人看到了佛的金像，我们应该买个水果、鲜花呀，到寺院里面来供养佛的金身。那么你见到金身，就如同见到佛一样，要欢喜恭敬的心，这是供养如来，这是第二个要做到的。第三个要赞叹世尊。怎么赞叹世尊呢？因为佛最重视、最关心的、最在意的，就是把正法要弘扬开来，让末法年代的一切众生也能听到法，建立正确的知见，他不会胡作非为，不会颠倒啊，不会逆天而行，规规矩矩，能够依法来修行的话，每一个人都不会堕落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。所以你要宣扬正法，就是赞叹世尊啊，这就真正的赞叹世尊。第四个呢，你要造佛像啊，修行所有的功德。我们末法年代啊，你要培养福报，就是要建设各个寺庙，哪一个地方需要众生都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亲近，可以听到法，可以礼拜佛，所以要多造佛像，让大家去亲近，还修行所有一切功德。怎么修功德？师父之前经常奉劝信众啊，我们有3种修行绝对不能停的。第一种就是你必须要孝顺父母，第二个行善不能停，如果能力所及，你应该好好尽你的能力来为需要帮助的众生担待一些苦难，这个行善不能停。第三个就是念佛不能停，这是我一再奉劝所有的信众。佛就告诉我们呢，修行诸功德，修行所有一切的功德，就广行善行，尽你能力来付出，来关怀帮助一切苦海众生。所以你要尽量这样去做，佛是最欢喜的，是最感高兴的了。这是第4个。第5个呢，我们要回向发愿往生啊。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不是为我来世要求大富大贵，不是要为了求名望跟地位，不是，我就是发愿一定要到西方成就的。所以我经常每一天早上师父啊念完佛以后，我都讲了，愿我临命终时能够一知实质啊，身无病苦，亦不颠倒，然后正念分明，弥陀接引，决定往生。师父，我每天都这么回向。那么佛告诉海龙王也是这么讲哦，要回向发愿往生哦，你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为了要顺利的到西方。你到了西方，你就能见到佛，见到佛，你本身功德圆满，也能成就佛道。所以一定要发愿往生西方，这是第5点，很重要的。我们不为其他所求，一心一意只有求西方。第6个呢，内心不要胆怯，不要懦弱。很多人怕说，像我这种造罪造业的凡夫众生啊，我是一个苦海轮回的众生，念几句又有什么资格可以到西方呢？他心里会害怕。但是佛就告诉海龙王说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一尊阿弥陀佛不嫌弃任何一个罪恶凡夫众生，只要你肯念佛，阿弥陀佛一定救度你的，人人都有资格的。第一个对佛讲的话一
定要有信心。第二，对你自己本身不能放弃，不能自卑，念念不忘。我们要分分秒秒把佛号牢记在心啊！你在忙的时候要念佛，你在空闲的时候更应该念佛，你健康的时候要念佛，你生病的时候更应该念佛，你在顺境的时候要念佛，你在逆境也是要好好的念佛，随时随地不离开佛，就叫做一心精进。这个是佛陀讲的话，告诉海龙王。第8点呢，要追求佛陀的正确智慧啊！佛陀的正确智慧在哪里凸显呢？哪个地方能够展现开来呢？一个学生问佛陀啊，你讲了那么多法，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呢？佛陀就告诉他说，我最真实的佛法要告诉所有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你们个个都要明白啊，我们的神识是不间断的，你的肉体会离开，但是你真正的本人就是灵魂神识还到另外一个地点去，所以神识不会间断哦。第二，健壮亦不长啊，不管你有多健康，不管你外头建筑有多坚固啊，但是有一天一定会消失在人间，不可能永远存在的，没有办法固定保持原来的形态，不可能的。包括人在内，所有外在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这是佛告诉我们，众生一定要很清楚这个概念，你就不会去执着它。这个东西是不可能让你永远拥有它的。缘如果生，它就出现；缘灭的时候，它自然就离开了。要知道这个道理，健壮亦不长，但是善恶亦不失啊！善跟恶不会消失的，你的一点一滴、一丝一毫，你所做的善一定会回到你身上来，你所做的恶会留在你身边。接着佛陀说，万法虽皆空啊！什么叫做空？因为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你在世间贪求的任何一样东西，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，没有一样能够帮助你的，你也带不走的。这叫万法虽皆空，但是因果却不空，因果是不会消失的。你所作所为，你每一个心念都永远存在的。海龙王一听，原来是这个道理，这叫做佛陀正确的智慧。后来佛陀告诉海龙王说，一切的众生呢，你们只要记住了这8种方法，就是没有离开过佛啊。海龙王一听，哇，谨记在心，我要依教奉行，非常欢喜啊。后来他就慢慢的修行，人家成就了。你看佛陀最真实的话来转述给海龙王知道，我们是一个凡夫众生啊，我们不可能比海龙王的福报大呀，我们不可能比他的智慧高啊，我们的地位也很渺小啊，没有办法相比较。但是你看他请示了佛陀，佛陀就这么清楚的转述给他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，把这一段内容告诉所有十方众生，大家都要明白，多多念佛，多多念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